而家我哋可以慢慢休息。今日你已經完成咗好多嘢啦，唔需要再表現，唔需要急，唔需要同人比較。而家只需要慢慢咁坐好，慢慢呼吸。你而家係安全嘅。我哋試下一齊慢慢呼吸，慢慢吸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後慢慢呼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唔需要太用力，慢慢就可以。再一次吸氣，呼氣。好，做得唔錯啦。留意一下你嘅拳頭，如果有用力，試下慢慢鬆開。膊頭可以慢慢放低，下巴唔需要咬緊，額頭都可以慢慢放鬆。如果你今日攰，都可以，你身體已經好努力，做咗好多啦。兩隻腳慢慢感受地下，感受自己坐喺度，慢慢呼吸，慢慢休息。有時人會緊張，有時人會攰，有時人會驚，呢啲都可以。今日你已經有努力，慢慢學都可以，做得未完美都可以。最重要係你仲願意慢慢向前。而家慢慢聽下附近聲音，感受地下，感受你嘅呼吸。你可以慢慢喐動手指，慢慢喐動雙腳，準備返去今日嘅生活。今日你已經完成咗一段旅程，可以慢慢返嚟，慢慢張開眼睛。我哋返嚟啦。好啦，我哋完啦，Let's go see the world。